从正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国道1号路南石子路段高速公路边仔的山壁土石取落来以外，相关单位也在抢修，想要到站7点外，山架搁放弃，所以即马国道入口、国道到石子的主线拢封起来袂通。啊，若代替早起伫上班上课的时间，嘛有加开家人驶到台北的车帮。山石车挡袂过大自然的力量，连路顶做伙差1点就互土石砍掉的。国道1号初二暗7点外，路南10公里的山坡佫发生崩山意外，所以除了国道1号路南石子出口的一线道继续封起以外，五道路南的入口也个五道到石子主线7K 到10K 也拢封起来。石子这几天雨落袂停，土石山咸水正饱。高公局担心，若即马随去清，恐惊佫会崩来，所以暗时暂停施工。本来有算初4下昼下班进前会当通车，即马也有变，将会等日时去看现场的情形做评估了，再看安怎处理。坍塌下来的土石的面积量也比较大哈，要一些时间清理。第二个是说要先做一个加固哈，避免上面的土石再继续下来。因为前一天上班的时间捌出现止步的情形，由北往南的上班族时间拢前掉，为了代替今仔日加开2列区间车来营运，高公局也建议规人8道地区的车，若要去国道3号会当行基金交流道，或者是直接驶在62快速道路接马东系统。当地的车会当利用地远的道路去石子，对新台5交流道去离高速公路，国道1号路南往石子，一个南港方向的车，提前对5道交流道落来行地远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石子交流道边仔的山架放落来，若即个路段伫高速公路局的列管是4级的，意思是代表无明显的无稳定。毋过即摆煞放弃，而且范围阁真大。高公局是表示讲，有可能是即站雨落袂利，土石较松软。若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极端的天气即马对咱的影响已经愈来愈明显啦。未来会来检讨山架监测范围，敢要扩大。民代提出资料，发现国道1号发生崩山意外的边坡，10月18才因为当地降雨量达到合乎的等级，进行特别巡查作业。技术伫咧现场勘查了，并无发现明显的缺失或者是无稳定。因为这个所在的边坡有采28支监测的仪器，今年的数字拢伫咧标准内，不过有缘发生意外。特别巡查跟相关的监测都表示这个西级边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还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让民众担忧的。看起来这次的走山事件，我们的预警系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预警的效果吗？跟委员报告，基本上我们的边坡保护西级的部分，我们是说，不会让它发生到像3.1K 那个走山的那种状态，不会像12年前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一部分的影响，直到那个外侧的边坡的部分。根据高公局监测资料显示，所会国道目前有2000外边坡，拢无 A 级或者是 B 级的无稳定边坡，其中超过75%拢是稳定的边坡。另外23%是属于无明显无稳定的4级边坡，拢有加装监测的仪器。这边发生意外，就是伫咧无明显无稳定的4级，也毋过是伫咧顺向坡落雨容易崩。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因应极端气候，会当全部来检视这种边坡是不是能够再扩大监测的范围。整个这个边坡的侦测范围可能要扩大，比如说在这个顺向坡的上缘可能也要做一些侦测。那这一次算是一个很突发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必须也要彻底检讨。王国材讲，过去是伫咧边坡下骹侦测，也毋过若是边坡进水区正大，才考虑将侦测的范围扩大，顺向坡的顶悬也会侦测。记者综合报道。大水雨落几若天，所花甲的中人泵坑内底嘛积水，而且是积甲真吃力。若泵坑内佫无电火，所以这积水要退可能要等3天的时间。另外，南海公路的嘉宾泵坑是嘛同款发生山架放落来意外，公路总局是先派人去清出一条便道，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车。大水未复排，为人坑挂不出来，就伫松花街中间泵坑内底，淹水已经20公分，连火也拢未到，车只好放慢速度。里面的状况怎么样？积水很严重，车速要很慢。灯呢？都没有灯。大概有多长距离？好长哦，都整个隧道都没有灯。
公务端向地沟河川桥借2台抽水机，不过上几年3工才将水抽清气。那继续落雨，恐惊爱过较久。这是苏花改开通3年以来上严重崩坑饮水电力设备，爱等水退去减少了后才会有电。从苏花改通车到现在，其实这一次的降雨量也比较大，所以才会造成我们短时间强烈涌水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担心说，这些水量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机电设备，所以我们也进行手动把这样照明的一个设备、电力设备来做一个切离。东部地区大雨路袂煞，伫南海公路大东的嘉宝望巷附近的边坎，设置早起放落去，车路顶悬拢是连来石头，双向交通断去。公路总局先抢修一条便道，互人车用通过。气象局提醒，这2天东半部依然落雨，其中基隆北海岸甲基南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阁宣布要升利息，这届是升3码，要解决钱变薄、通货膨胀的问题。不过，美国的联准会嘛有放出会放慢升利息的脚步，这是互美国股市伫盘中的是由乌变红。不过，联准会主席鲍尔嘛有强调讲，对抗通货膨胀其实是还未结束的。这嘛互美国股市继续落滑，道琼指数伫收盘时是落500点。美国联准会照外界所预期，即便就升利息3码，甲关键短期贷款利率提悬到3.75%到4%的范围，是自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上悬的利率水准。The U.S. economy has slowed significantly from last year's rapid pace. Inflation remains well above our longer-run goal of 2%. Over the 12 months ending in September, total PCE prices rose 6.2%, excluding the volatile food and energy categories. Core PCE prices rose 5.1%. And the recent inflation data again have come in higher than expected. 联准会讲，俄乌战争造成能源甲食物的价格大起，对通膨造成更加侪上升的压力。不过也暗示升息的规模可能渐渐就会放慢。股市听到这个消息不大起，不过看起来联准会伫短时间内是无打算要暂停升息。鲍尔讲，对抗通膨的任务也未结束。为遮讲线，美国的道琼、标普、纳斯达克拢受压。We anticipate that ongoing increases in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will be appropriate in order to attain a s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that is sufficiently restrictive to return inflation to 2% over time. 这是美国联准会今年第6遍升利息，抵押贷款也有其他消费者加企业贷款的利率愈来愈悬，经济衰退的风险也变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伫北部、东北部会到阵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甲新北，还有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咱台湾附近的水汽有较济，大台北、东半部有短暂雨，东北部是有局部大雨。若伫基隆北海岸是有局部大雨。另外受南边云系向北边刷的影响，今仔日各地云拢较高。若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减弱，所以温度有小可回升。低温大约是21度至23度。日时伫北部、东半部高温有25度至28度，中南部高温是30度至31度，早暗较凉冷。明仔载东北季风阁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东北部天气拢会转凉。若东部和大台北地区有短暂雨，会落到后礼拜一，爱等到后礼拜一才变好天。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已经宣布，对11月14开始，较真正隔离时间是对7天改做5天，若后壁时间爱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隔离5天煞了后，无论快筛是阴性也是阳性，拢会当出门。指挥中心初二经过专家学者会议决议，放量较真正隔离措施。11月14开始，较真正实施5+N 措施。较真正5天隔离了后，快筛阴性就解除限制；若快筛阳性，就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上济7天。期间若快筛阴性，就提早解除。那已经是连续3周，那加这周是第4周，连续4周的下降。我想下降的趋势是这个非常明确。11月7号起。这个是7+N 专家小组才开会，那希望这个11月7号这相关措施都实施之后，我们观察1个礼拜，
那再继续去实施这个所谓的5+N。感染科医师认为，降低隔离天数已经有真侪国家咧做，对这个措施表达肯定，甚至认为若是医疗能量充足，会使进一步考虑降 COVID-19 的传染病分级，改做有重症可能性的患者，再进行通报甲隔离。这一波 BA.5 的疫情，台面上有很多人确诊，可是事实上给医院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其实没有非常大，社区的诊所线上看诊，很快的就疏解了全部确诊的压力。这些人不会冲到大医院去了，就是看重症，看加护病房到底会有多少的新冠重症住到几%的比例。专家观察，这波 BA.5 疫情，台湾医疗能量收了袂歹，若是到今年底白变种病毒无影响到台湾的重症比例，就有真大一把握会使考虑降低分级。记者郭本丹报道，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团，因为病情恶化，有2个中国来的专家来咱台湾协助，昨昏冒开记者会。即马是讲，因为病菌较活伫头壳底，开刀有风险，所以动物园和中国的专家即马拢有共识，认为无适合动手术。透过监视器观察团团的状况，初2日早起，搁较进入园区探视。2个中国鸟禽专家，吴凤林的专长是鸟禽疾病防控甲科研分析，桂民的专长是氧气管理甲人工药检。2个人的保育资历拢有20几档，经验丰富。其中桂民捌来过台湾，他的状况可能跟他之前想象的是有落差的啦。像很多的形容就是他可能是躺着，那基本上今天的状况还算好。那团团今天很争气，就有做了一些进食啊，一些相当这样行为。我想大陆专家看到这样，相对可能有稍微放心一点点。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2位专家因为拄来台湾，园方人员有先用鼻仔互团团过来观察速度、动作，卖针对饲养、医疗等管理数据做交流。目前对团团脑部病变的问题冇共识。它的病灶区其实非常接近的颅底，所以在不管是以现阶段动物的一个状态，就是它麻醉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它病灶的位置来讲的话，其实都不是那么适合进行手术。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跟陆方这边的专家有达成共识。动物园表示，短期袂做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嘛因为中国专家初1就要转去啊，离开之前，嘛安排包括台兽医系学者专家组成的医疗顾问团来见面。这届嘛是2冬瓜以来头一遍有中国派动物专家来台湾。记者电报刘凯台北采访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第7轮快台试剂伫这个月初已经开始实施啊。卫福部长许瑞元是表示，目前咱国内快台试剂大约还有1亿3千万支，会研究讲敢要扩大免费领快台试剂对象。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会伫2礼拜内做好评估，嘛会开始讨论水暗令敢要放令。继续来关心联合报调查局。航机站姓池的前组长偷卖毒品这个案件，当时有6.5公斤的安非他命毒品碰见，3年来拢一直找无。不过最近煞雄发现讲，煞好好出现伫航机站地下室餐厅后壁库房的铁柜仔内底。有经过科学鉴识了后，即马鉴定确定就是进前无去的遐毒品。继续来关心中国时报，财政部伫昨昏公告2022年。基本生活费是对19.6万，比去年增加4,000，加上综合所得税、免税扣除额、标准扣除额、薪水扣除额，皆拢有调悬，所以明年5月份报税的时，民众拢会当减纳一寡。这个月11月2日，咱就要举办9合1的选举。昨昏嘉义市无党籍市长候选人黄小聪率雄传出过身。依照选罢法即马规定，嘉义市长的选举爱先动点，即马是爱重新公告办理登记，甲重新抽号码。总共第26进前无法度完成，安尼嘉义市长的选举投票就会延后举办。真大看板挂伫竞选总部顶悬，总部内外各放各界祝福的花篮，互支持者真感慨。因为这个无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黄小聪伫初2透早不幸过身，享年72岁。乐团伊好亲像染疫过身，伊牵手下晡出来说明。伊毋是染疫的啦，伊是心肌梗塞，吼你外面不要乱传，嘿，无这种代志啦，嘿，伊身体一向嘛真健康啦。
嘛无啥物慢性病啊。这届嘉义市长选举，包括哪里拢总来人登记，共同竞选的候选人除了表达爱戴，嘛强调会尊重各依照选罢法甲中选会规定。请家属要多节哀，多保重。那当然，这后续的相关的选举就依照相关的选罢法的规定。全部要重来的话，对我来讲哈，当然是竞选经费要重新花很多钱哈。那这个当然是一种负担，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中选会跟嘉义市选委会。这是这届选举头一届有县市长候选人因故死亡，依照选罢法的规定，候选人伫投票日前死亡，这个选区爱停止选举，另外再选日子举办。重新选举的讲重新公告选举的期间，然后再公告登记，还有受理登记，什么候选人抽签这些动作都要重新再来。中选会得到通报，下晡紧急开会讨论，因为电信公告登记投号处拢爱时间，若是无法度伫26号前完成，就代表投票日迄天，嘉义市长可能爱停选，另外选日子再搁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昨昏是发表声明，呼吁爱甲伊朗对联合国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甲内底除名。美国嘛呼吁联合国爱建立独立机关来调查伊朗国内头巾示威造成的死亡，也佫有侵害人权的恶行。严格伊朗是批评讲，国际社会无应该插手因的内政。联合国找你举行一场非正式安理会，因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发声明讲。伊朗人应该享有言论甲集会自由的权利。伊朗因为剥夺妇女的权利，甲对本国人民残酷镇压，无适合搁做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We will work with other member states to remove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from the 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The work of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ing women should not be entrusted to a member state that systematically oppresses its own women and girls. 包括爱尔兰、阿尔巴尼亚甲纽西兰等国家，拢赞成甲伊朗对45位成员组成的妇女地位委员会内面除名，并且要求建立独立机构调查头巾示威所造成的死亡甲侵犯人权的行为。伊朗驻联合国大使是辩护讲，执法部门表现出自我克制，无应该互人看作软正，国际社会无应该干涉伊朗的内政。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respect and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of states and non-interference in their internal affairs. البته ما یقه اینا رو رها نخواهیم کرد. نظا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ه حساب این جنایتکارا خواهد رسید حتما.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催你讲，将会严厉惩罚甲外国势力合作的人。根据人权组织讲，伊朗的安全部队为了要压制抗争，至少造成270人死亡，差不多14000人被逮捕。这场骚乱到即马已经演变成做来自社会各界在内普遍反抗，也是伊朗政权1979年革命上台了上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公司新闻郑伟林、张建光编辑。来关心北韩伫昨昏10点钟内是下25粒飞弹，而且佫是头一届下过联合国界定两韩的界线。若日本和南韩拢有抗议，南韩的军方嘛有派战机发射3粒飞弹反制。若今仔日早起，北韩又佫向日本海方向射飞弹。 북한은 오늘 08시 51분부터 탄도미사일 3발을 발사하였으며 이 중 한 발이 NLL 이남 동해상에 낙탄되었음. 韩国军方的情报显示，北韩7日为东韩的原山发射飞弹，其中一粒飞过由联合国所规定南北中央的北方警戒线 NLL， 落在日本海，伫日韩中央的乌灵岛西北方167公里。当时，另外一批飞弹是向半岛西边的黄海发射至少10粒飞弹。虽然无落伫日韩两国的经济海域，也是领海内底，不过也是引起两国强烈的抗议。 これまでにない高い頻度でミサイルの発射が繰り返されています。断じて容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朝鮮半島において緊張の高まりを見て取れることから、早急に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を開催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韩国总统尹锡悦也下令紧急召开国安会议，研究对策。北韩最近飞弹试射行动一直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低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日本判定有4架是属于巡弋飞弹。另外，日本阁认为北韩部分弹道飞弹真有可能进化到会当无轨迹飞行，增加地面防御的困难。面对北韩动作这么多，美日韩3国当伫强化军事方面的合作。除了美军航空母舰先后甲日韩海军联合操演，美军阁派兵加入韩方的例行陆军演习。美韩空军拢总出动240架次的军机，进行大规模共同训练。韩国也向边界北方的公海发射3粒空对地飞弹做反制。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另外一件意外是发生伫印度西部一座100年历史的吊桥，伫礼拜的时汹汹断去，这是造成140外人摔落溪底渡水死亡。印度的民众嘛真不满，行出来抗议，因是抗议政府拢无要无紧急放放，因要求即马出代志的这个地区的首长爱辞职落台。那印度反对派的人士是批评讲，这个吊桥征收了后，赶紧就开放，拢是因为当地后个月要选举。互人的扫帚车也是拼命举标语，几个人互人行走，也是要大声抗议。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个19世纪的古迹吊桥摆是断去，将近150人死亡，引起民怨。首都新德里街路初一有群众要求追究官员责任，可赔偿所有受害者200万卢比，差不多新台币77万。150 लोगों की जिम्मेदारी मुख्यमंत्री की है। 150 लोगों की जो हत्या हुई है उसकी जिम्मेदारी भूपेंद्र पटेल ले वो इस्तीफा दें。群众真生气，是因为这重大事故起因可能是人祸。出台这吊桥进前关起来维修半年，按过修好才开放时间就断去。曾经风车已经移交过失杀人等罪嫌，也包含吊桥承包商甲卖票人员在内等9个相关人士。按过部分受害者家属认为，这人只是互人杀出来吃罪。लड़ेंगे हम तो ऐसा बोल रहे हैं कि वो कंपनी वाले को पूरा दंड होना चाहिए, छूटना ही नहीं चाहिए जेल में से, ऐसा ही हम बोल रहे हैं क्योंकि उसने ऐसा गलत किया ना काम इसीलिए。当地政府声明，吊桥开放进前无得到许可，和反对派人士批评推卸责任，因为承包商根本无经验，竟然已经接桥的维护工作，官员腐败才是事故主要原因。因也指控政府凊彩开放吊桥，其实是为了古吉拉特邦12月议会选举。印度总理莫迪第一拜日去意外现场巡视，承诺会给予这个假释。公司新闻7管编译。来关心以色列伫初一的时举办4党内第5届的国会大选，前总理纳坦雅胡的阵营极右派政党有可能伫国会摕到过半的席次，所以有机会会当重新落权。纳坦雅胡嘛已经发表胜选演说。היום זכינו להבעת אמון אדירה. הליכוד支持者大声喊纳坦雅胡的外号 BB King， 意思是以色列国王，显示对这届大选较有信心。前总理搁再选赢，就差一小步。纳坦雅胡以胜利者的角色发表演讲。אנחנו על סף ניצחון גדול מאוד。以色列4年来举行第5届国会大选，进前的出口民调显示，纳坦雅胡带头的右派联盟摕到超过一半的国会席次，领先现任总理拉皮德这边。纳坦雅胡的联合党席次也超过拉皮德的未来党，占第一大党的地位。Tonight, the people of Israel said very clearly,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the Likud Party, and we have no confidence in Mr. Yair Lapid. 73岁纳坦雅胡是以色列在任上久的总理，伊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挺违反国际法的约旦河西岸屯垦区开发计划。这种的做法也让右派选民真介意，不过让中央偏左选民真反感。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纳坦雅胡2019年有乌西早起甲背信的官司，为出口民调就会当知影这听闻并无影响到选民支持意向。纳坦雅胡所属的政党联盟也表示，未来要筹组联合政府推动修法，停止官司的心理。
搭伫做的是立场极右派的宗教色安主义党，以受份阿拉伯族的极化言论，目前伊摕到的席次会当成为国会第3大党。政治分析家是烦恼，选举结果恐惊予以色列会走向极右政体、极化犹太主义上大的作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北韩伫昨昏射飞弹了后，伫今日早起，阁向日本海射弹道飞弹。日本嘛有发布警报，呼吁民众爱赶紧去避起来。根据日本 NHK 的报道，防卫省是证实讲，北韩射的弹道飞弹有飞过太平洋。德国的总理肖兹伫这礼拜会甲企业代表团同齐去中国访问，一寡国家拢较烦恼讲，德国恐惊会甲中国愈行愈远。肖兹是表示讲，伊知影中国有争议，也毋过欧洲联盟是较烦恼，肖兹即届去讲生理，会干那顾家己国家的利益。继续关心，俄罗斯伫顶礼拜冻点甲乌克兰达成的粮食出口协议，毋过尾后土耳其的总统有出面协调。俄罗斯的国防部伫今日表示，只要乌克兰保证讲袂利用粮食通道摕来做运输武器军事用途，就会当恢复粮食出口协议。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民进党的中常会昨举行，昨是找宜兰、南投、苗栗3个县长的候选人来签署拒绝乌金的宣言。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表示，因为国民党的林姿妙、柯淑华和无党籍的郑东锦，拢甲乌道有交叉，爱选民千万唔通互地方的政治乌气。终结黑金，赢回正义。民进党宜兰、南投、苗栗县长候选人斗阵签署拒绝乌金宣言，宣前不到会仍然是个成功。党主席蔡文伫中常会点名国民党的林姿妙涉贪、柯淑华甲乌道集团挂钩，无党籍的郑中锦有乌道背景，希望选民替台湾未来民主发展做出正确决定。只有集结民众的力量，只有集结改革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杜绝黑金政治，才不会让地方政治成为黑金特权的温床。民进党要求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往来签署廉政公约，用明确严格纪律来参选。江聪英强调，家己行政治路20多年，清清白白、清清气气，佮重新无误宣言。徐定真甲蔡培慧表示，最近民调拢升悬，发声对抗乌金乌道。我们苗栗乡亲，我们能够接受一个拿西瓜刀砍伤人的这个杀人犯来当我们苗栗县的县长吗？我一定会跟黑金结构抵抗，我也相信我们会终结黑金。我也知道每一个选民都希望看到改变的力量。民进党下礼拜中常会要请家人桃园新竹首长，前新竹市长林志坚可能也参加美强化交棒连结。原本这拜六伫凯道造势活动，考虑天气因素，稍到下礼拜秘书长临时调整会。目前整体民调向好的方向来行。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中常会内底讲要扫除乌金，毋过伫外口是有前立委黄国昌伫会场外口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伫宜兰县的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燕和基隆市的市长候选人蔡适应，拢嘛有捌乌道。江聪燕是表示，伊公私分明，蔡适应是强调，伊毋捌配合乌道去处理代志。在讨论终结黑金的时候，请你们告诉台湾社会，你们选择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前立委黄国昌伫民进党中央外口提证据甲相片，指控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江聪燕乱用宜兰市公所的资源，透过上千万的限制性标案，培养有乌道贪渎嫌疑的政治朋友林志勇，也甲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配合天道明多经利益，甲国防部施加压力，违法属违灌地。你如果今天要举着陈定南的精神跟价值，你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跟林志勇站在一起？你跑去跟曾盈富这个天道盟的盟主在那边鞠躬哈腰，这个叫跟黑道划清界限。黄国昌召开记者会，呛民进党终结乌金的诉求是咧侮辱台湾人的智商。黄点名的蔡适应是回应讲，土地是公开标售，为头到尾伊无参加厂商的协调。江聪燕是讲，伊公私分明，严守界线，无用稳公正。我们在市公所推动的政策，或者是
这个发包的工程，我们也不容许任何民意代表来关说。黄国昌先生有话说重点了，这个土地决定要拍卖，是在世英还没有担任立委之前就已经决定要拍卖了。世英做的就是促使这个程序依法办理而已。不过，吴国昌对民进党两个候选人的回应并无认同，要求公开辩论讲好清楚。讲到对手互人指控甲误导交结，国民党议员县长候选人林姿妙是讲，选民的目睭真金，大家拢真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南港一间社区高中，昨下晡4点下课的时间，传出巨大批一寡穿乌衫的人伫学校的门口口。警方赶到现场去了解，是一个妈妈亲像是因为伊的查某囝伫网络顶头甲人冤家，所以带20个穿乌衫的朋友要去接囡仔。现场无人相拍，无人闹事，不过警方有要求在场的人到案去说明。据在场之涂姓民众表示，是因他的女儿与网络 IG 平台疑似与人发生留言纠纷，因担心她的安危，故协同友人亲自到校接送女儿放学，并于接到小孩后随即离去。本案该女学生母亲等在场人，现场虽无叫嚣滋事等行为，为本院局对于此起疑似意图滋事而聚众的行为，已陆续追查行为人到案说明，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4条及第87条等规定调查及裁处。另外来关心，咱国内有诈骗集团伫网络顶悬，用薪水真悬的条件，先一寡有咧欠钱的民众去食头路。也毋过，等这诈骗集团甲因的银行口座骗到手了后，就将关伫淡水的房间内。总讲无听，乖乖听指挥，就会防苦毒。警方即马是冲去掠人，有掠到8个嫌犯，冒救出26个受害者，而且甲嫌犯移送法办。你干嘛把它捂起来？你干嘛？警方早前破门攻坚大声喊，有一个查某人坐伫穿乌衫的查甫人边啊，规分属是皮皮拽，惊到拢唔敢出声。这边很乱，先不要乱动，我们会救你们。入去个房间，内底拢是咸姜水的气味。警方详细搜查，5平空间内底竟然有20外个人，即马拢互铐起来啊！这边都是，主要是这里。这嫌犯手放头壳，拍伫涂骹，知影已经走袂去啊，只好乖乖配合。被害人规分属是全伤，因为只要反抗，就会去互拍，去互凌迟。未输是进前敢布置诈骗的情形，即嘛竟然伫国内嘛发生。根据警方的调查，诈骗集团伫人面车社团，或者是发简讯引人，广告内底写有5万至20万的薪水，有民众欠钱就来面试，寄金铺仔交出去了后，互带去新北市淡水，全互关起来。一工敢若食一顿尔，便若无听话，歹徒就用昏头甲因处，互因烫着伤。或者是用电击，也是用球棍来甲因喊。警方拢总救出26个被害者，上少岁是23岁，上济岁有到58岁。有查获到34岁的女性主嫌为首的8名诈欺集团全案讯后，依组织犯罪条例、妨碍自由以及此人为奴隶罪等罪嫌，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件会爆出来，是因为有一个被害人因老爸发现伊的囡仔去台北找头路，怎安尼无消无息。加在伊分书顶有2支手机啊，就算一支去互没收去。尾啊，警方也是透过定位找到伊互关的所在，即嘛总算是得到自由。不过，这互救出来的民众，警方无排除有一寡人早就知影家己是涉及违法，只不过去互诈骗集团控制，嘛变做受害者。接下会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即马咱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云林县政府即马是特别甲嘉义中正大学合作，办理全国头一间青银共生的基地，协助退休的劳工抑个少年人转型去创业，毛训练身心障碍者做一寡农产抑个食品加工，希望要甲云林打造做一个友善高龄的模范城市。头家倒发溜粒，真紧就甲规盘的菇肉处理好，一粒香港国的菇肉便当随底好随烹出来。这是云林县创的全国第一间青银共生基地，除了要协助退休劳工找到新事业，嘛协助青年创业转型。真侪店头家拢讲，不管是店装潢，也是生理销路，拢改善真侪。因为我这个是餐车嘛，他就帮我做那个规划摊位啦，然后帮我那个
你像那个外观会升级这样子哦，提升，然后一些那个申请那个证明我们的安全卫生这样子，大约就是这样子啊，也是在慢慢的转型这样子啦。是国立中正大学在2021年接受云林县政府的委托，以零预算的方式进入到这边来经营。它这个主要就是辅导返乡回云林的年轻人。云林的青年共生基地，唔但要照顾少年的甲退休的，今年上届特别的是甲社会福利团体合作，开培训课、甲简单的农产证照、甲食品加工，帮助原来身心障碍者有专长，应对食老生活上的问题。那另外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结合了云林的一些组织，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人口老化，但是大家有想到吗？这些身心障碍的这些特殊的成人也在老化，我们也跟他连接，我们希望透过他们来学一些高龄社会因应的一些简单的食品的加工、食品的制作，然后呢可以来因应这个高龄社会。云林县的人口外流严重，佮加上囝生少甲高龄化影响，安怎调整心态来面对未来老化社会？顾全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福利，但变作是各界上界关心的议题。也望讲有各单位拍拼，互云林变作是一个对高龄者友善的城市。记者怎报道？屏东嘉东高中有一个餐饮科的学生合作盘细位，这个囡仔除了真够煮食，伊嘛真喜意跳国标舞。家己去学跳舞、参加比赛，佮有得奖。伊希望未来会当结合伊这两项专长，开一间有国标舞风格餐厅。甲菜色切做无共型，摆伫盘顶悬装塔。一个查甫囡仔是屏东嘉东高中餐饮科学生潘世伟，伊伫学校表现真出色，老师该学了。而且潘世伟毋但对煮食真有兴趣，国标舞嘛跳甲真优秀，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也拢得奖。他是算真的是多才多艺啊，我也蛮欣慰说他能够呢对餐饮有兴趣，所以呢我希望他能够多元发展，好，然后呢未来好他可以呢有多重的选择，好可以发挥他的武艺好的方面，或者是说呢在餐饮的部分能够发挥他的强项或是他的专长。潘世伟强调讲，餐饮甲国标这两项拢是伊的兴趣，因为厝里的经济负担袂起。伊家己拍散工，拿学校的册钱，佮趁学费学跳舞。是国小看到妹妹在学，才喜欢上国标的。我想要继续坚持我的理想，继续学国标，学到以后，未来甚至更久。但是如果以后我继续当舞蹈老师的话，还可以投资像是餐饮类的餐厅，或者更多元的之类的项目。希望未来会当开一间有国标舞风格餐厅，或者是做一位舞蹈老师。另外，佮去投资餐饮嘛会使。潘世伟认为，只要有心拍拼实践，都有机会甲两个兴趣合作伙达成理想。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北门的电龙宫庙，因为漏水，即马要重启，所以暂时甲新村是刷到别位。佮专工邀请在地彩绘大师詹进成，用3D 的方式画出创新的壁画。壁顶悬的龙，即马看到是真活跳，而且嘛展现大北的气势。台南市北门3寮湾电龙宫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啊。宫方主神是电道元帅，离上尾一届翻修已经40多年啊。最近这几年，因为壁壁损甲漏水的情形真严重，甲新庙测试了后，决定伫原地所在重启。因若起新的庙这段期间，会先甲新尊暂时拆去庙边仔的临时行宫。建庙到即阵已经40出动啊，内部嘛拢规个拢旧啊，佮一寡有会漏水。有破空的所在，所以讲伫信徒大会，遮大家决议讲要来拆除重建，重建的这期间，阮拄找这个所在，非常的适合。这间临时行宫虽然是互新民暂时住的，不过庙方也是真点定地的处理，因特别邀请在地彩绘头人詹进成，用3D 的手路来设计壁画。突破传统的刻板印象，展现无同气势。找这个临时行宫，当然找到遮是经过王爷跋杯了要大遮，大遮就是由咱彩绘大师阮小弟吼，伊来画这个彩绘吼，你行到倒就对到，所以画了遮歪吼。庙宇是一个庄仔头信仰的中心，电龙宫甲宗教、观光、甲艺术新的元素来结合，
展现出属于在地活力甲创意，嘛毋望有搁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阳明交通大学和国家实验研究院完成一套校园内的地动防灾监测预警系统，主要是会当针对地动的资讯，亲像是地动要开始进前，会当侦测出地动头，运用信号的分析，算出地动会有发生会有偌强，嘛赶紧发出警报，会当降低伤害。分析相关监测数据3档外，阳明交通大学参国家实验研究院合作，完成全国第一套校园内地动防灾监测预警系统。透过系统的监测，在地动特别发生进前，依照监测数据发出警报通知。5栋建筑物有装，每一栋大概有装20个 sensor 哈。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每次地震的时候就可以去测到各种不同的坡形哈，然后事后的分析就可以了解这栋建筑物它的结构的强度。聚落式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安装在不同形式的结构物上面，那可以同时未来可以针对某一个区域的不同结构物，快速的提供地震预警以及它的健康诊断的评估。除了地动警报，因为学校挖进新竹科学园区。未来更加希望协助科学园区内底科技厂房，提升预防地动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竹科的部分，因为它大概它的分布比较属于狭长型的，我个人会建议安装至少5到6套的系统在这上面，那它可以提供整体的一个安全的保障。目前系统嘛结合气象局所提供的地动资讯，两项科技技术整合做伙。希望大大降低地动所造成的伤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2012年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伫11月20日就要开始踢啦。这是世界杯卡球赛头一届伫阿拉伯的国家举行，嘛是头一届有女性的裁判，而且这届佫会使用半自动的裁判裁定技术，帮助裁判做判断。正攻球员传球的时阵，接应球员好亲像比球甲倒算第二个防守球员，搁较挖进底线，甚至越位进球。虽然会当检视相关画面来辅助判断，不过真了工。为这代志，2022卡达世界杯要头一遍采用半自动越位判定技术。A sensor in the center of the ball sends inertial data 500 times per second. 比赛用球装设追踪器，球场顶悬一个12个高速摄影机，随时追踪球员的身躯拢总29个部位。当有可能越位进球的时阵，就用3D 动画画出越位线，帮助裁判判断。The match officials are still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the semi-automatic offside gives an answer only when a player who was in an offside position.plays the ball. 半自动越位判定技术已经伫去年2场比赛测试。11月20至12月20，世界卡球赛比赛期间，要伫所有的场馆使用。但你讲的是头一届有女性裁判执法，目前确定有3个女裁判加3个女助理裁判。We learn a lot because every game it's a training for us. It's also more experience, more management with the players. トレーニングはワールドカップに向けて続け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より早い展開に、適用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日本籍女裁判亚马须塔伊讲，要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有淡薄压力，不过必须一直爱有女裁判伫赛场顶，甲变作真正常的代志。另中东地区差不多无女裁判，世界杯了后，你才会当看到总共干了一个嘛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大好野人马斯克甲推特买落来了后，即马伊按算要推动认证爱纳钱的制度，就是资本侪政府机关，也是品牌，也是名人的口罩边仔，拢有一个蓝色勾起来符号，证明讲即个口罩是真的，毋是假的。即阵马斯克嘛按算要互所有用户，咱会当透过申請認證，開一個月是開8塊美金，大約是260塊的代票，要來解決人頭假口罩的問題。网页顶悬南韩女子团体 BLACKPINK 的名边，有一个真明显蓝色的勾仔。中华职棒乐天桃园总统蔡英文嘛有蓝色的勾仔，因拢是有得到认证的 Twitter 口罩，代表这毋是假的口罩。Twitter 是全球上界有影響力的社群媒體平台之一，開放予政府、企業、品牌甲非營利組織、新聞、娛樂甲運動等等有影響力的人物來申請認證。而且全球上界好業的馬斯克，
中日以440亿的美金收购 Twitter， 按算要推动认证爱付钱的机制，互用户以一个月8块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260块，换纳色高的认证，引起大家的讨论。其实你可以在不管是留言也好啊，或者是相关的回复，都可以有优先权，甚至于呢，有这样子一个认证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有人去仿冒你。马祖克指出，得到纳色高的认证的口罩，伫回应老话、嫖妓，也有别人要敲诈的时阵，会当得到优先权。公司会当打击人头口罩甲诈骗，也有解决遐个敢若会晓出一支喙来老话的人，不过嘛要注意，可能会引起阶级的现象。开钱的人会当得到较大的危机权，可能会致使社群的互动更加恶化。我可以想见的是，未来假设这个制度上线之后，那会不会在推特上面比战的时候，就会有蓝勾勾的呛，没有蓝勾勾的说你不要开分身账号了，你不要开这种免钱账号出来吵架。那一般民众敢有需要开钱来买认证？添哥认为帮助无大。那上面讲，电话的制度伫台湾并无真实行，收费嘛无去引导，这敢会互其他的社群媒体嘛在咧做，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一般咱咧形容一个人无头神，也是记伫歹的时阵，拢会讲这个人是金鱼脑。也毋过伫英国的英国牛津大学，即马有研究发现讲，金鱼其实有记忆，而且因会晓认识水，了解周边的环境，比咱想的也更加巧。真侪人拢讲，金鱼若开3秒钟自鱼光这边游到另外一边，就袂记拄仔做过什么代志，也定定用金鱼脑来讲迄寡无头神的人。也毋过专家讲，可能毋是安尼。I have no idea where does this story come from, but what we can say is it is wrong. They are much cleverer than what we think. They can learn how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colors. They have numerical abilities. 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史博训练9只金鱼，互因沿着70公分的长形水边仔游，两边有2公分宽的乌白条纹。若游到设定的距离，就下手叫因回头搁游转来起点。若游大就点心通食。训练几个月了，金鱼毋免等你下手，到位了就家己回头。若是甲两边条纹的浪旁弄较歪，金鱼也甲游的距离缩短，表示因有家己对空间的理解。No, so they were not exactly counting, but they use this change of contrast in the environment to estimate if they've traveled far or close. 实验发现，金鱼唔是用时间，是用目睭来看，将环境中图形的变化来算距离。科学家家叫做光流。牛津大学9只接受过训练的金鱼内面，也毋是全部拢有法度做到安尼生。有一条叫做巴布的金鱼，就无法度特别拢精准的游出70公分。研究另外讲，这就敢若有人方向感无好，定定找无路，行唔着路。这项研究已经发表伫咧国际期刊《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版》。接落来进一步研究金鱼是毋是有法度甲人或者是其他的哺乳动物同款，伫大脑内面有网格概念加定位细胞，帮助导航找路。来了解这项功能是当时伫咧大脑图谱内面演化出来。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来关心环境，大部分的香菇拢是种伫茶壶顶悬，也毋过比利时即马有农民甲过期的芳含激酒激刷的麦仔磨做糊，摕来种香菇。若种出来香菇毋若品质好，这废弃物再利用嘛真环保。工人杀过来一车已经拢过期，袂用个，搁互人食的芳。这个芳原本拢是要单掉的，但是经过处理了后，却会当变做真有路用的物件。这是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间专门生产香菇甲其他菇类的小型公司。这间公司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因所生产的菇类，拢是利用已经过期的芳，搁有激酒的过程中留落来一寡沙仔。这个原本拢是粪扫会防单掉的物件，用来当做生产菇类的材料。想袂到种出来的菇竟然是又搁水又搁大蕊，看起来就足好食的。迪克勒克伫2014年创办这间公司的时阵，本来想要学册内面所写的，用煮咖啡了后的咖啡沙仔来种香菇，毋过伊发现伊想要种的香菇的品种无适合用咖啡沙仔来种。经过足侪摆试验了后，才找到适合的材料。伊即马甲当地的芳店、大卖场，搁有一间生产米露的公司合作，每年会当回收18公吨无害的芳，搁有5公吨吉麦仔酒留落来的沙仔。把这物件加做混了后，用来浸菇。Et puis il y a une vis dans le mélanger, tu vas broyer le pain, le rendre en poudre en fait. Et après ça, j'ai d'autres composants que je vais ajouter dessus
pour pouvoir faire le mélange complet. 真侪人会好奇讲，无共口味的胖种出来糕，食起来敢会无共？头家讲，其实是无啥物影响的。Ça va par contre influer sur la quantité de champignons qu'on va avoir sur le substrat ou la qualité, mais pas tellement le goût. 目前，这间公司总共有生产7种无共品种的菇类，每礼拜生产8公吨到10公吨的菇。若是现顺环经济的目标，嘛变做比利时政府鼓励生产在地化一个成功的案例。记者甘美恩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6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